伫高雄燕巢有一台载钢骨的拖车经过路口要倒弯的时阵，可能是这钢骨伤过长，直接插入去要直直行的公车内面，加在这个公车顶头迄个位，拄好无旅客坐伫遐。另外，伫通大溪也有一台拖拉机，伊要转弯的时阵，无注意到奥多拜，就甲规台奥多拜交过去，加在这骑奥多拜的人赶紧甲车拼咧离开，才无造成意外。画面内底驶伫快车道的拖车准备要倒弯，高雄的公车要侧向外线直行，公车倒边后壁缩起拖车载的钢片直接插入去，公车的运将是行一条，加在钢片插落所在无侪人，无造成伤亡。保养一个，就公车伫这边，迄只拖车伫这边，拄规个路拢袂行的。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当中，拖车载物件的长度。为拖车第5链中心线到载物件上头前的距离，袂当超过1公尺；为车件链内中心线到载物件上后壁的距离，袂当超过3公尺等等的规范。这只起诉的拖车载钢片若像有11公尺长，若是确定有违规超过长度，就会裁罚，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详细肇事原因仍需深入调查。拖板车它除了要左转之外，另外它尤其是它的车身，如果说今天不是车身的问题的话，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可以避免的。修理车的费用，公车业者会向拖车来要求赔偿。大只车视线死角，较会造成行车的意外。画面内底这只奥多拜加油加煞停伫路口，煞拄到当要正弯的沙石车，加在骑奥多拜这个人赶紧闪开，才无造成重大意外。我也看不到，因为它有4叉啦。因为你刚好转弯嘛，他根本看不到机车，因为它高度高嘛。警方表示，车伫转弯的时阵，前后链会产生内轮差，尤其是营业用的拖车，大部分后壁拢有挂车架，车身超过12米长，内轮差的范围相对搁较大。建议民众都要保持距离，或者是饲喇叭来警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